经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的调集人张尚纯，嘛特别来分析到国内确诊的病例。伊讲，这种新冠病毒特别无共款哦。有一寡病人虽然已经验出抗体，但是伫咧呼吸道也还是会当采到病毒。所以，有医师来担心讲，就算这疫苗研发成功，恐惊效果嘛无法度真好。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比咱所想的还佫较高怪。张尚顺伫咱伫记者会上分析国内病例指出，若是病人对发病到采检转阴性，平均需要19天，甚至是53天，病毒伫体内存活时间非常长。有的患者就算体内有抗体，那由按伫呼吸道会当采检到病毒。因为这个病毒如果有高度的变异性 ，RNA 病毒可能就会让你的身体不容易辨识它。而这个病毒因为有这些特性，所以它看起来身体的免疫力比较不容易清除它。医师讲 ，RNA 病毒的特性是容易突变，就算有抗体，嘛无一定会当对病毒有完全的免疫力。但又就算成功研发疫苗，有可能效果无明显。为了要赶快有这个疫苗的产出，快速的一个方法就是用 RNA 疫苗制造的方式，要在1年半内上市可以使用。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产生的免疫力比传统的疫苗还要不稳定。医生表示，目前咱对新冠病毒的了解也无够，新冠病毒嘛有可能像艾滋病、死性肝炎，就算好啊，病毒也是存活伫细胞中，当免疫力下降，可能会搁再发病。也是唔通互家己感染着病毒，这是目前上重要的防疫的策略。